动物有关的，田呢结规堆啊，都爱穿脏水啦，吼。到冰岛会落大雨，到遐搬沙走，大雨就要来到，哦，哦，田呢？有诶讲田呢啦，啊，很奇怪吼。田呢的英语会晓讲无？啊？啊？赞啦，好啦，来。无啊，我互你，你要上时，你来。吼，这准备了，加减迄落，加减送出去，好来。吼，田的英语叫做田的 dragon 龙啦，田的英语啦。通不是日本话啦，我叫英语啦 ，dragonfly 哦，龙的飞啊！啊，听讲是听讲吼，我甲查，伊讲做迄个是，好像是，敢若讲，这是为迄外国来啦。啊啦，蝴蝶吼，伊个咯，伊本来是 butter color 的，哈，那个奶油色的那个的飞嘛。哦，啊，所以，你们来这里买一我送二的，好，顺便给你们说英文怎么讲，啊 ，dragon fly， 啊，跟 butterfly， 啊，啊，你，我下来你啊讲差不多秋天开始哦，迄个看有当时啊吼，尤其啥，这是我本身嘛有经验，哪一款？较要落雨，啊有出坑对无？啊有水气真重的时候，哇，田呢毋是规定你飞啊，哈，一定落雨，啊，哦，这个就是这样，哦，啊狗啊，哦，有当你看狗啊，你倒伫遐咧，吼，冰大落大，哦，啊狗遐搬沙走，吼，啊最近讲什么？有人讲，迄马路台语安怎讲？切狗，哇！马路不就马路吗？唔是啦，台语啊，有迄个土话无？迄个规定吼，安尼千军万马安尼，迄就是要地动啊，吼，可能，吼，啊狗啊，吼，讲起来狗啊，古早啲闽人吼，哇，你这个人好坏哦，你。后摆吼，你说那个人就是猪狗不如啦。后摆吼，你叫转世吼，你去做精细啊，做狗啊。啊，其实吼，这把狗啊嘛袂歹，足好命咧。毛小孩，这把吼，伊听讲咧卖迄 baby 卡。伊讲吼，要互迄个毛小孩，比互迄个婴吼较济咧用途啦。系咪啊？吼，所以时间是哦，我在时啊拢伫咧，左手握住倒位啊，拢伫咧调节机了，等咧拍棍无，常问迄，迄查甫人吼，安尼汉草偌好咧，我想伊对我送因囝咧，内底是一只狗啊，伊个甲伊照顾甲咧迄个。牛奶啊，哇，圆笑笑啊个，啊个饲我伫想讲吼，他这个人吼，对因老的唔知我咧无，所以美人讲你这个狗东西，现在狗东西点都比人较好命啊，不是吗？好，啊狗遐嘛是哈。狗遐啦，规堆。叫做亚钢吼。亚钢菇吼，多谢。嘿，听讲吼，即么讲到亚钢，我就想到一个迄民间的古早故事啊。伊讲迄亚钢本来伫天庭吼，
敢若讲做表现了袂歹，人迄上帝要甲伊修饰，还是要安怎互伊以后毕业业工若来还甘若做动物嘛无 OK 啦，互伊较好命者。伊这听讲这是听讲的啦，民间故事。伊讲伊伤贪心啦，伊本来讲听讲是两支骹、4支骹啦，伊就讲我会使互我100支骹无？尾迄神明受的，好啦，我互你100支骹，互你啦。结果行路煞愈慢，无伊迄100支骹。你2支骹、4支骹行路较紧嘛？伊迄100支骹，这是有一个古早迄民间的故事。